所以咱来看，伫台中有民众，伊明明就无食酒，却去有警方甲抓落来做酒测。分落到地，数达竟然是超过标准，讲伊食酒塞车要甲办。要求甲问好清楚，才知影讲，原来这个民众使用落嘴、落喙的药水，带酒精的比例有较悬，所以机器一个测落才会超过标准。我真的没有喝酒哈，我一定让你漱口嘛。悉尼的民众真激动，因为伊伫台中大甲区的路边拄到警方临检，警方好亲像闻到酒味，摕酒精检查器测量，发现姓林的民众酒测值竟然达到150，互当事人甲环境拢感觉真意外。怎么可能测到150？我已经8年没有喝酒。原警嘛感觉无啥亲像啉酒，所以互姓林的民众落喙了后，再搁测量，到尾扫代失灵。民众这个时阵嘛才放心。不过到底是安怎有这么悬的酒精反应？经过警方甲环境的药，应该是落喙水。这个是很明显的啦。悉尼的民众表示，最近因为起花红过症，所以买落喙水来使用。不过，伊无注意到这款落喙水的成分有95%的酒精。落喙了后，落喙水留伫喙内，才互警方测到酒精反应。因为含有酒精的成分所以在检测器在施测的时候会有闪灯的状况。而由于这个酒精检测器它施测的范围是150，那他这位民众当下施测的时候就超过150的上限。以一般人来说的话，150是属于昏迷的状况。警方表示，市面上所卖落喙水有分做含酒精甲无含酒精两大类，民众购买时阵爱注意。以往嘛捌发现民众食槟榔奶制了后，酒测拢超过标准，所以警方伫咧执行酒测进前，拢会请民众先落喙，排除影响酒测值的因素，通保障民众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